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相分泪泪，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搁爱你，徛在雨中厝花家己。 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 小香包挂在我胸前，藏住多少天啦地啦哼嘿嘿哟，嘿哟，一只小香包，无尽的关怀，抚慰游子的那心啦哼嘿嘿哟，嘿嘿哟，香包虽然小，胜过万千叮咛，妈妈的心，妈妈的爱，永远伴着我。 不管在何处，不管晴天雨天，妈妈的心，妈妈的爱，永远温暖我。张国家，你莫一直阴魂不散，缀伫我身躯边好无？唔好啦，阮日子就要唱完啊啦！我送伊转去了后，我家己会转去啦。 袂用的啦，我的职务就是爱甲你压转去。放屁！我也无犯法，你也毋是刑事，你凭啥物甲压？这是恁爸爸的命令呢。我若是做无到吼，我就爱等去食家己的啦。这支刀是毋是你的？唔是，唔是啊，真正毋是。真正唔是啊，我袂骗你啦。为着表示你无骗我，你即马就甲我转。啊若无，我就甲你的拿喉挂断。彬彬啊，你安尼做是唔对的啦，你安尼上过无讲理的啦。无讲理的是你，我毋是3岁囡仔，怪你来甲我无？彬彬啊，你想过无良心啊啦！会记细汉你读幼稚园大班的时阵，你就定来甲人冤家，拢是我咧甲你保护的呢。迄是我囡仔的时阵，你即马敢有法度相拍？有法度掠倒杀人？走啦！啊若无，我就真正要杀人哦！我真正要杀人哦！我真正要杀人哦！喂，我是，喂，你讲，董事长，我去问过啊，根本无这个代志。你去倒位问的？边关夜市啊，关区派出所，因拢讲今日暗时真平静，根本无啥物人杀人闹代志。好，
辛苦你啊，你等去休困啦吼。老话安怎讲？根本就无这回事啊！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我就知影，彬彬绝对袂做出这款代志。也毋过，哪会有人敲这款电话来咧？哎呦，插伊，只要彬彬无杀人就好啊。范员啊，敲一个电话，互秀秀，看彬彬有伫伊遐无？哈？哥，像是恁兄哥，伫你的目睭内，敢嘛阁有我这个哥哥？你的刀啊？你要哪会知影我捡着一支刀啊？你拄则毋是杀人啊？放屁！我若想要杀人，头一个就先杀你。紧转去你的房间啦，莫伫遐吵。家姐，你会当做你放心，我王彬彬绝对袂爱恁叶家的财产。哥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阿嬷，彬彬，你转来啊？嗯。阿嬷，歹势，我2天无转来甲你抓灵啊！你的腰一定真酸着无？彬彬，阿妈只要看到你平安无代志，阿妈的腰都袂酸啊。阿嬷，你入来房间坐，我先替你对对的。彬彬啊，阿妈问你，你今日敢毋甲人冤家，摕刀啊杀人？无啊，我只是甲张国家哦喷酸笑啦。无就好，爸爸妈妈拢着要着急死啊！彬彬啊，这几天你拢走倒去啊？拢咧做啥物代志？无啊，日时也咧上课，暗时也咧朋友厝的啊。上什么课啊？我去过恁迄间补习班啊，因哋讲吼，你早就无去上课啊。哦，原来恁明的暗暝拢来哦。明的叫张国家阴魂不散缀伫我身躯边，暗中要搁调查我。点去？愈来愈唔是款啊！伊是恁妈妈呢，恁哪会使对恁妈妈讲这种话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囡仔才打转来尔，恁就甘骂？恁看卖咧，伊目眶我搁红红呢。乖，身躯洗洗，紧去困吼。妈，哎呀，好啊啦，玉玲啊，你吼去煎几粒碗卵，传一碗物件互彬彬食。阿嬷，我去洗身躯啊。哎呦，假使有人对彬彬，会当像妈妈安尼对我，就好啊。哎呀，这嘛袂用去怪玉玲，这几年吼，好佳哉是有伊啦。我毋是咧怪玉玲，彬彬，伊嘛愈来愈唔习惯啦。真正唔知影要等到当时，才会改变伊对妈妈的态度。
彬彬才18岁尔，这个年岁本来就真熬反抗。范元，你想看觅下你家己，你会当体谅妈的时阵，都已经26、7岁啊。做妈妈真正真无简单，你真嘛了解啊吼，啊？阿公，你哪会一透早就食泡面？昨袂记咧买牛奶甲芳啦，凊彩食一寡。阿公，实在真实嘞。无要紧啦，看你无闲稀事哦，我欢喜到地啊，嘛袂去的。阿公，我来好好请婚假，请嫂就转来。吉平伊若来啊，请伊等我。好好好好，较早转来啊。大哥阿姐，你先啉茶等冰冰。冰冰嘛真嗨呢，约会时间到啊，那也唔来啦。婉婉啊，今仔日敢真正要搁去针灸啊？是啊，医生讲逐工拢爱去。哦，啊彬彬无来，咱是要怎去啦？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阿嬷偌早？无早，我已经坐踮遮几点钟啊。阿嬷，昨暗时你是毋是困袂去啊？是啊，我变来变去哦，都是困袂去。阿嬷，你来我面床顶倒咧，我即马就替你对对的。你看卖，你这张面床都哪够受咧？好啊啦，阿嬷，你莫安尼讲话啦。看你安尼风风光光，是毋是搁想要出去啊？嗯，你是安怎一天到晚要出去拍拍照？你毋知影阿嬷会想你哦？啊？我知影啊，知影是安怎毋伫咧厝陪阿嬷？我袂当忍受家姐迄种讲话的态度，我更加无想要互妈伤心。哎哟，恁妈妈吼嘛真歹做人，有当时啊，你爱较忍耐的。伫咧外口有啥物无欢喜的代志，转来甲阿嬷讲，阿嬷会替你做主。你拄则风风光光是要去倒位？是毋是甲小弟约好啊？毋是，我要送大哥阿叔去看医生。啊？伊毋是中风，看啥物医生？针灸啊，阿嬷有效呢。哦，昨大哥阿叔针灸了，精神加足好的呢。看医生的钱是送出的。日子啊，来，这有2万块，你摕去。阿嬷，我毋免遮侪钱啦。哎，这是用伫咧正当的所在，如果是摕去做善事，搁较侪钱嘛无要紧，摕去啊。多谢阿嬷。
暗时敢会转来？啊？嗯，我要倒来。好，阿嬷等你转来甲我抓铃哦。好，彬彬，你一天唔转来，阿嬷就一空困袂去；你3天唔转来，阿嬷就3天困袂去。假使阿嬷若死啊，以后都无人听你哦。来啊，手套挂来啊！你若是查甫囝，手套挂来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话讲，牛早，啊，移民到早，秀秀敢有伫个？秀秀哦，伊去学校请婚假，真紧就转来啊。喂，秀秀无伫个呢。哦，我是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有啥物代志你交代我嘛共款，伊转来我甲讲啦。啊？你讲啥？彬彬安怎？哦，好啦，无就互彬彬来阮兜大好啊啦。哦，好。你话讲，彬彬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嘛毋知影是啥物代志。
林安，迄颗树枝真水，是迄位江先生送予你的订婚手指。对啦，昨昏你去看景象，讲你要结婚，伊有讲啥无？我无见到伊，为什么？伊经几落摆拢唔肯见我。景象这个囡仔嘛真害，你遐尔远去看伊，哪会当辜负你一片的心意？林安，请你陪我去一撮好无？我家己一个人去，我惊伊还阁是袂见我。你身体无爽快，其实我无应该来麻烦你的，也毋过这件代志，林安，我伫结婚之前，我一定爱甲伊讲，啊若无，我心肝会足不安的。好啦。妈，妈真正人无爽快，袂当来看你。妈，今日不好，袂当伫你的身躯边甲你友好，颠倒去害着你，来为我操烦。你嘛是一片好心，假使毋是为着恁爸爸，今仔日你嘛袂变做安尼。秀秀甲我讲，伊来几啊遍啦，你拢无要见伊，为什么？妈，我无爱去耽误着伊的青春，我已经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啊，不如莫甲伊见面较好。秀秀就是要来甲你讲，伊要结婚啦。景象，我要结婚啊！秀秀，祝你幸福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伊若来，我一定叫伊规2点钟磕一摆的头。我看彬彬袂来啊啦。
讲话无算话。大哥阿姐，后抓伊若来，咱莫睬伊。你用卖插伊，我免来当卖插伊。凡事是因阿嬷不爱互伊出来。无可能啦！伊的脾气哦，伊若要走，谁都挡伊袂掉。敢会是伊啊？哎哟，你是安怎啦？即摆拢几点啊？伊是要休困食中昼啊啦？大哥阿姐，歹势啦，厝里有一寡代志，来了有较晚啦。好代志也是歹代志的。好代志。哦，讲互大哥阿姐欢喜者。阿嬷听讲哦，我甲二姊送你去针灸，伊足感动的呢，伊阁摕2万块给我哦。你收起来啊？是阿嬷硬钱给我的。袂用的啊。伊讲替大哥阿姐医病是正当的用途，开佫较侪钱嘛无要紧哦。爷阿嬷有够好的，阮妈拢唔互我遮尔侪钱，害我趁的钱拢无够买新衫。恁哦，真正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婉婉，恁妈妈，搁有彬彬，恁阿妈，因哦实在真疼恁啊！将来恁对因若是无友好，会去互雷公卡死哦。阿公，阿公，秀秀，你转来啊？阿公，你一个人坐遮在想啥？无啥啦。你有搁去桃园啊？你敢有甲讲你明仔载就要结婚啊？伊无怪你啦吼。安尼就好。阿公，这卡皮箱是啥货？彬彬的啦。冰冰鞋？安奈挂来遮？彬彬叫叶甲赶出来啊！那呢伊人呢？伊等你真久，后来有代志袂好，勇勇公公就走啊啦。什么代志现了赶去？伊讲伊甲婉婉约好啊，要送大哥阿姐去针灸啦。叶阿伯。坐啦。叶阿伯，我是要来甲你回信的。不要紧啦。冰冰对叶阿姆无礼貌，害因阿嬷、还佫因妈发遐尔大的脾气，甲你增加遐尔多麻烦。我敢若会用讲，对恁足歹势，实在足失礼。这边哪会当怪你咧？叶阿伯，当初阮妈甲阮姐弟啊，分互五个无同款的家庭，啊，毋过在伊的遗愿中，伊爱我好好照顾我的小弟小妹。伊若无乖、无友好，掠一摆爸爸妈妈生气，我比谁拢搁较艰苦，搁较见笑。我本来在想，要带冰冰去甲因阿嬷，还佫因妈，去甲因跪，去甲因磕头，去甲因讲实的。也毋过我在想讲，叶阿姆伊即马当在生气，我搁安怎甲伊回实的？叶阿姆可能拢袂接受的，所以我只好走来你这个所在，希望你会当了解
我对恁非常的抱歉。我知，其实你嘛唔通怪你家己。彬彬这个年岁是反抗性上强的时阵，就算对亲生父母，嘛难免有冲突的时阵。何况玉玲、彬彬，因这种的母仔囝的关系，至少因两个真歹互相了解。我讲一段故事给你听。彬彬愈来愈高水啊，你无感觉哦？恁感觉高水，我感觉讨厌啦。婉婉，你莫安尼讲。无感情，要哪会介意？根本就无可能。什么是感情？时间久啊，都有感情啊。饲猫啊、狗啊，拢会有感情，何况伊是一个囡仔。婉婉，你若是讨厌我，你即马用讲出来。咱这间厝一直气氛拢足歹，敢若拢是我一手造成的。其实我并无留恋。叶阿伯，谁人你对叶阿嬷这样不满？无的确，人爱等到真正大汉啊，家己会晓想啊，才知影安怎原谅别人。总算有一个机会，我会记的，就是伫咧这间办公室，阮妈妈伊甲我讲一段话。你今年27岁，伫咧27年前，恁爸爸的生理还未做起来。我定定规暝缀恁爸爸做生理。有一天半暝，阮两个人为公司出来，准备要转去，伫咧大楼内底捡到一个囡仔。迄天天气足寒，无抱倒转去，伊阁惊伊去互寒死，抱转去又阁算啥咧？因为迄当时我已经有心啊，最后也是甲囡仔抱倒转去。转去详细看，原来是一个查甫囡仔。恁爸的意思，若是我生一个后生，就甲囡仔送去孤儿院；若是我生一个查某囝，就甲这个囡仔留落来。想袂到，迄天半暝，这个囡仔又阁发烧，我抱伊赶紧走去病院。想袂到冻着胎气，捡回来囡仔，我救回来，家己的囡仔煞老体啊！妈带你去病院动手术，医生讲我袂当死啊！妈，天底下的查某人拄到这种代志，自然就足讨厌捡来迄个囡仔。婉婉，妈毋是挑过伊对你冷淡。对迄届了后，我就非常敬爱我的妈妈。这也就是我会这样为彬彬的理由，处处原谅伊，一直鼓励伊，甲伊教导，爱护伊的原因。叶阿伯，卡苏彬彬，伊甲叶阿姆倒归磕头会失的，叶阿姆敢会原谅伊？叶家敢阁要收留伊？秀秀，老实讲，我是经过真慎重的考虑，下了真大的决心，才甲彬彬送走。可是，你坚持这么爱彬彬回来，会予我增加真多的困扰，并不是讲我无要爱彬彬啊。彬彬，伊永远拢是我的囝。我是咧想，敢袂当，互阮大家拢冷静一下，然后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安排彬彬回来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
会用的对你讲1000个实个，10000个实个。啊，毋过我绝对袂向叶家讲一句好话。走啦！叫你走，你有听无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是唔听话，无乖，我就甲你算转去庄骹。哼，善食囡仔就是善食囡仔，这么侪趣味的物件我去算，免伫涂骹膏，互伊穿一领凉袍哦，伊嘛无成太子啦。爸爸，妈，无伫卡你认为甲我安排伫咧业界是上好的，其实是上歹。阿兄阿姊，因的爸爸妈妈虽然钱无业界因多，啊毋过因的爸爸妈妈拢足关心因的。啊毋过阮兜自从生迄个小弟了后，因都无爱我。妈，我要爱的毋是钱，我要爱的是你的爱。妈。妈！妈，我是应该安怎？我已经唔知要安怎做啊！秀秀啊，电话是婉婉接的啦，伊讲明明早就走啊。多谢阿公。秀秀啊，莫艰苦啊，少年人哦，就是爱管教。我看会出来，彬彬是一个好囡仔，只要给伊一段时间，好好啊甲管教，伊以后一定有出头啦。阿公，我有话你就讲出来啊，任何代志哦，我拢会支持你。明仔载的婚礼，我想要改记，咁好，无其他搁较好的办法啦。我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。好，我即马就甲你的决定通知因。喂，是啊。哦，你是杨教授啊？哎，你是毋是伫咧甲阮提醒明仔载参加秀秀的婚礼啊？啥物？婚礼改期？是安怎咧？已经认真啦，电话内底哦嘛讲袂清楚。也毋过，我甲食喜酒的新衫拢已经做好啊，连车票嘛买好啊。是的啦，是的啦。等后摆哦，日子若决定啊，一定会派专车去接恁规家伙啊啦。无要紧啦。什么代志啊？秀秀的婚礼取消啊啦！为什么？我哪会知影？唉，万一秀秀的婚期哦，搁拖7年8年，安尼咱配朋友家煞啦，要做老古婆哦。哎呦，你唔通胡白讲话啦！我先来去卫生所找佩佩，叫伊先莫请假。
上的电话。是安怎啊？我要甲冰冰地死。伊搁掠你手机啊，也是偏偏犯滔天大罪啊！伊害大姊袂当结婚了啦。什么？偏偏哪会甲秀秀的婚事有关系啦？冰冰甲家姐拍着伤啊，佮甲爷阿母应嘴应舌，代志要甲足大条，爷阿伯一生气，都甲伊赶出来啊！大姊总袂当甲冰冰撒互娘阿公，更加袂当拖一个冰冰嫁去公家，所以只好卖嫁。婉婉，你陪我来去叶家。去创啥？当初叶家要收养冰冰，伊有讲过，要对冰冰会安怎好拄安怎好。我会记得伊，搁开乌头车去墓地接冰冰的。即马讲啥拢无路用啊啦！喂，天线是心。哎呀，是嘞啦。秀秀的婚礼吼，恐惊会改期啊啦。啊，改期啊？好，我会甲东东讲啦。多谢。好，再见了。依萍啊，我希望你会当谅解秀秀的心情啦。你话讲，敢会当互我见秀秀？你见秀秀会增加伊的痛苦。伊即马压力已经真大，你若是增加伊的负担，伊会挡袂牢。依萍啊，你若是真正爱秀秀，你会用等伊。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冰冰，你是咱过家底下当中头一个去人抱走的。妈妈、儿子，再见！哥哥，再见！冰冰再见！冰冰再见！再见！冰冰再见！再见！冰冰再见！妈妈，妈妈，冰冰啊，妈妈，冰冰啊，卖哭啊啦，乖。迄个时阵，你才3岁，什么事拢唔捌。叶家就等于是你的再生爸母同款，你的环境是上好的，也毋过你煞唔知影珍惜，唔知影求进步，规工结合不三不四的朋友，四界佚佗，袂晓读书，好好一个人，学一大堆的歹习惯。妈若是搁伫咧，你是要安怎甲妈交代咧？我真无简单，才下定决心，决定要结婚啊！江大哥伊人真好，
也毋过江阿姆，伊绝对袂答应我将你带过去。可是，若搁互你转去叶家，即马因家拢当咧火大的时阵，敢若会甲代志补甲愈来愈害。也毋过，若是互你留在娘家，我会搁较袂放心的。所以明仔载婚礼已经取消啊。大姐，是我毋对，啊，毋过你袂当为着我毋结婚啊。我家己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咱五个姐弟啊，一定要有出团。你敢会记得当初妈伊甲咱讲的话？咱一定要友好，咱即摆的爸爸妈妈，因所予咱的，咱来报答因。因早就毋关心我。你哪会讲这款话呢？叶阿姆为着你，你敢知伊有偌艰苦？叶阿伯、叶阿嬷，因甲你当作是心肝宝贝，爱你、疼你。大姐，你莫搁替因讲好话啊啦！你嘛毋通甲你甲江大哥的婚礼改期。阿姊，你都当作无我这个小弟。你安尼是在创啥？这是妈予你的，你予我创啥？我无资格做妈的后生，嘛无资格做你的小弟。这是妈予你的破脸，要还你摕去还我妈。你会将伊卖掉，去买金纸，去买梦境该烧掉。妈伊生你，在咱五个姐弟当中，今仔日你竟然好到甲妈的破脸摕落来，你叫我这个做阿姊的，哪袂称心？大姐，你敢会分我？明仔载本来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你若是会当体会到这点，是安怎阁要做这互我伤心的代志？你若是阁上细汉时阵，遮尔啊古锥，遮尔啊乖，莫互我烦恼。安尼我毋是早就结婚啊？大姐，是的。好，我问你，你心肝是毋是还阁有我这个阿姊？以后是毋是要听我的话？对今开始，你不准离开娘家一脚步，才无铁通，门嘛无锁。你若是想要互我伤心，不管是拢会走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会阁害甲真凄惨？你乃一点仔头壳拢无咧！天下间哪有遮尔好讲的代志？5万块买一件遮尔好、遮尔名贵的貂皮大衣。东东，我毋是调工的，我真正毋是，是我家己害的。紧去病院啦，嫂啊自杀啦！什么？自杀？听讲吼，伊是为着你呢。